如果在幾十年前，你跟一個香港人約以後去酒樓喝茶，吃到的蝦餃、燒肉都是供庵機器弄出來的凍肉，他一定會覺得你在那裏痴人說夢，甚至會拿茶杯扔你。但是今時今日，這個不單只是現實，更加是一個令無數港人心碎的常態。不單只是納地，在被譽為美食天堂的香港，在那些金碧輝煌的粵菜酒樓裏面，粵菜一早已經遍地開花，佔比之高，簡直令人細思極恐。現在的廣式早茶，除了果殼茶可能是現沖的，籠裏的東西可能已經在雪櫃裏面躺了大半個月。對於香港人來說，飲茶不單只是吃早餐，它是一種信仰，一種生活方式。以前船是推車仔的年代，一家大小週末早早去酒樓霸位，那種嘈雜的聲浪，蒸氣騰騰的手推車，阿姐叫着蝦餃、燒肉、叉燒包。廚房裏面，大師傅這個時候正在揮汗如雨，拆皮、包餡、猛火蒸。那種鍋氣，那種新鮮出爐的鮮味，是我們這幾代人最溫暖的記憶。我們追求的是一籠兩件帶來的滿足感，是入口那一瞬間肉質爆發的感覺。香港人嘴刁，食材新不新鮮，是不是現做的，甚至沾一點就知道。但是現在，當你走進一間裝修豪華的酒樓，點禪之後，廚房裏面靜悄悄，沒有切菜聲，沒有炒鍋聲，10分鐘都不用，一桌點心整整齋齋端上來。看起來精緻，但是吃進嘴裏面，蝦餃皮是硬的，燒肉的肉是柴的，鳳爪只有調味料味，沒有肉味。最諷刺的是，當你看着賬單的時候，在香港，一籠蝦餃在中檔酒樓可能要肉到40到50港元，稍微高檔一些的要60甚至70元，加上茶位費，船要加服務費。你付出的高價是為了大師傅幾十年的手藝買禪，真相是在為超市裏面那包肉20元一包，裏面有10粒的速凍蝦餃買單。只不過酒樓幫你蒸熱，換了一個看起來高級一點的竹籠，再找個服務運端給你。這種巨大的差價，這種當食客是傻子的感覺，才是預製菜在粵菜市場最令人憤怒的地方。不是不能吃凍肉，只是不能接受花着米芝蓮的芥剪，吃着便利店的貨色。經常在香港和廣東兩地走的朋友，可能會發現一個現象，為什麼無論去哪間酒樓，味道都一模一樣，流沙包的甜度都絲毫無差，因為他們可能真的出自同一個位於大環歐的超大型食品加工庵。現在的粵菜早茶市場，90%以上的點心可能都是半成品，這背後其實是餐飲業無從數月的痛，也是資本逐利的必然結果。現代人生活節奏太快了，以前飲茶可以坐整個早上，現在很多上班族只有45分鐘午飯時間。如果你堅持即點即做，客人等半小時，客人早已投訴，甚至下次不再來。預製菜最大的優勢就是快，拆袋、擺盤、進蒸舉，幾分鐘就搞定。為了翻台率，為了不用大家等，酒樓只能選擇妥協。這一點在香港體現得淋漓盡致，在納地一線城市也越嚟越明顯。經營一間酒樓，最大成本不是食材，而是租金和工資。在香港，一個稍微有經驗的點心師傅，月薪可能要幾萬元，而且船很難招人。現在的年輕人，誰願意凌晨3、4點起床，去廚房在大熱天裏面包蝦餃？這行太辛苦了。加上鋪租年年上漲，老闆想生存下去，想賺錢，只能從後廚開始壓縮成本。如果用預製菜，就不需要那麼多高薪的大師傅了，只需要幾個懂操作的工人，甚至洗碗阿姨都可以處理。減掉一半後廚人運，省下來的都是利潤。連鎖餐飲品牌最怕什麼？最怕每一間店味道不一樣。為了統一味道，中央廚房就變成標配。雖然統一的味道往往代表平庸，但對於管理者來說，這是最安全的選擇。我們要客觀看待預製菜，不能一棍子打死。其實大家並不排斥預製食品，公仔麵、午餐肉、速凍水餃，這些我們從小吃到大。
我們很清楚自己在吃雜麼，但是問題在酒樓。我們去酒樓是為了享受烹飪的藝術，不是為了吃加熱的工業品。當酒樓隱瞞它是預製菜的事實，卻收取現做菜肴的高價時，這就是一種隱性的欺詐。食客的憤怒源於貨不對辦。粵菜的靈魂在於一個鱔。機器生產的蝦餃，為了防止冷凍爆裂，皮通常會做得比較厚，口感缺乏韌性。肉餡為了補水，會加入大量添加劑，吃起來像膠，沒有豬肉自然的纖維感。對於習慣現做的廣東人來說，這種死味是遮不住的。無論你放多少味精，那種食材本身的鮮甜，一旦流失，就再也找不回來。以前老師傅做點心是帶着感情的。今天的豬肉肥一點，他會調整配方；今天麵粉吸水性不同，他會多加幾下水。每一籠點心都有它的個性，而現在的預製菜是冷冰冰的流水線產物。每一個叉燒包都一模一樣，連開口角度都經過計算。這種完美的工業品，吃在嘴裏是冰冷的。它填飽了肚子，卻填補不了對美食的渴望。雖然現在預製菜已經佔領大部分中低端市場，但我們也不用過度悲觀，認為粵菜會滅亡。這其實是一場市場的自然分層。第一層是效率至上的快餐式早茶，主要做遊客生意或者趕時間的上班族。預製菜會是絕對主流，這是大勢所趨。第二層是堅持匠心的傳統老店，真正懂的人會用腳投票。在香港，陸羽茶室、蓮香樓這些老字號依然門庭若市。在廣州，順德的小巷子裏，依然有家庭作坊堅持手工製作。這些店可能環境舊一點，上菜慢一點，但那一口熱騰騰的肉汁，會讓你覺得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。只要船有人願意為好味道買單，就一定有人願意為好味道堅持。預製菜的出現，反而讓手工點心更珍貴。未來手工現做可能會變成一種奢侈品，但作為消費者，我們改變不了資本選擇，但我們可以選擇把錢花在哪裏。如果一間店敢把廚房做成透明的，讓你看到師傅在裏面揉麵包餡，那間店大概率存有堅持。避開過度標準化的連鎖店，那些裝修像網工店、菜餚多年不變、上菜快到離譜的店，大概率是預製菜重災區。去老社區，去那些街坊熟客的小店，老人家是最誠實的消費者。如果全部是冷凍貨，他們早就不去了。能留住街坊的店，一定有兩把刷子。香港人常說，做人最重要是開心。肚子餓就煮個麵吃。飲食是我們最樸素也最重要的快樂來源。粵菜之所以能揚名世界，靠的不是流水線，而是廚師對食材的敬畏和手藝的打磨。預製菜是商業發展的產物，它存在是為了方便商家，而不是取悅味蕾。可以接受它作為補充，作為妥協，但絕不可以接受它取代傳統。更不可以接受它打着正宗的旗號招搖撞騙。真正的美味需要時間沉澱，需要人手溫度，也需要我們每一個食客去珍惜、去辨別、去支持。畢竟，唯有愛與美食不可辜負。如果連吃進肚子裏的東西都是假的，那生活船有雜麼滋味呢？